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is not where I care you them. You ready? 我来自新疆 ，You call me 28吧。我来自乌鲁木齐 ，represent 巴郎子。我从小吃牛肉吃羊肉长大，就算陷入山困难也不怕留下伤疤。我用我自己做的笔，发起我的力，刺激我的笔，激起我和你，忘记名和利，战胜亲和力，把冰川借给所有迷，迈着我的步，带着我的步，再开始继续我的路，对未来思路清楚开。